大齋期默想系列第17天，3月24日。題目：人尊貴的秘密。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，名叫亞當。創世記第2章第7節。人為萬物之靈呢句話讓人覺得人類被賦予咗至高嘅榮耀。創世記中，上主將生氣吹入人嘅鼻中，使人成了有靈的活人，似乎彰顯了人嘅尊貴。然而，細察有靈的活人呢個詞喺希伯來文中嘅意思，只係活着的生命。回顧第5日嘅經文，上主造水中生物時講，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1章20節。第6日佢造走獸，說地要生出活物來，1章24節。呢度嘅有生命的物同活物，希伯來文中都係活着的生命。因此，人類與魚類、走獸共享呢個同樣嘅稱呼，毫無區別。當上主完成造水中生物後，佢賜福俾水中生物，說滋生繁多，充滿海中的水，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。1章22節。造人之後，上主說要生養眾多。1章28節。和合譯本將魚類、鳥類嘅繁衍譯為滋生、多生，似乎帶有低等生物嘅意味。相對之下，對人類嘅生殖則用咗生養一詞，聽起嚟更加尊貴。然而喺希伯來原文中，呢啲動詞其實係相同嘅。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2章7節。呢句希伯來嘅原文係神從地上的塵土 Adama 造人 Adam。呢種語音上相近嘅巧合，無疑係作者嘅精心安排。試以音譯方式嚟讀，神用亞當嗎造亞當兩詞相連，凸顯咗人嘅本質，就係來自於地，出於塵土，何其卑微。若將人譯為土人，或者更能體現其原意。透過人類被造嘅3重描述，創世記嘅作者提醒我哋，人類嘅起源其實與走獸、飛鳥、魚類無異。咁樣，人類真係尊貴嗎？如果係，咁尊貴嘅奧秘究竟何在？神說，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。1章26節。呢段話揭示咗真正嘅答案，就係喺芸芸眾生之中，唯有人類承載着上主嘅形象 （Image of God）。呢個正是人類尊貴嘅根源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我哋嘅尊貴在於按着上主嘅形象被造。人幾時與上主連結，幾時就高貴；幾時脫鈎，幾時就淪為泥土。咁樣，你有冇與上主緊緊相連呢？第二，點樣能夠真正與上主連結呢？喺心態上、生活中，你可以點樣加深呢份連結呢？第三，而家你能感受到上主嘅臨在嗎？喺呢個寧靜嘅氛圍中，向主傾訴你嘅心聲，話佢知你嘅愛與渴望，讓你嘅心思意念同佢契合，為佢而活。